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山，靠着耶稣的山，就是山要靠着主爱去的山，靠着耶稣的山，靠着耶稣的山。牧师，你的声音我们没有听到。现在还是没有听到哦。对，昨天你听得到牧师的声音吗？哦，没有听到，没有听到。这样有没有听到？哦，有，这样有听到了。好，奇怪。好，那好，再次大家早安。我们今天要来读《使徒行传》，请敏德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一天的开始你带领我们能够一起聚集祷告读经，也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在经过圣灵的洗礼后，赐下口才、重生、权柄以及职分，也让圣灵能够来带领我们，赏赐我们智慧，能够来明白主你的话语，并且能够照神的话语来行。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在以下的读经时间，有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那讲到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那门徒在圣殿的美门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那我们也看到彼得他奉拿撒勒人，这个是第3章。对，好。那我们看到彼得让这个拿撒勒人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呢，来行医病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也是耶稣自己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所做的。那以及彼得也劝众人来悔改，就是悔改归正，使罪得以除去。那安舒的日子就是灵力更新的日子，就必从主前来到。所以彼得还有约翰他们就劝这些众人要回转，要离开邪恶。那这是昨天的第3章，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那要请敏哲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来读第4章，那从第1节到第31节。第4章第1节，彼得和约翰还在向众人讲话的时候，有些祭司、圣殿的警卫官和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为这2位使徒教导人有关复活的事，宣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人非常恼怒，所以拘捕他们，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到隔日，因为那时天色黑了。但是听见信息的人有许多信了，光是男人数目将近5000。第2天，犹太人的领袖、长老和经学教师在耶路撒冷聚会，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亲属都在座。他们叫使徒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靠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彼得被圣灵充满，回答说：民间领袖和长老们，如果我们今天被查问是关于这跛脚的人怎样被治好这一件善事，那么你们大家和一切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能够完全康复，是由于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他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了。关于这位耶稣，圣经说过，你们的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借着他得救。第13节，议员们看见彼得和约翰那么勇敢，又晓得他们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平常人，十分稀奇，就领会到这两人原是跟随过耶稣的，可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他们看见那个被治好的人跟彼得和约翰站在一起。议员们只好命令他们两人从议会出去，彼此商议，说：我们该怎样处置他们呢？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他们行了这奇异的神迹，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可是为了避免这事在民间越传越广，我们来警告他们，叫他们不可再借耶稣的名对任何人讲论什么。于是他们把两人叫回来，警告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借耶稣的名发表言论或教导人。可是彼得和约翰回答他们，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对，或是听从上帝对呢？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不能不说出来。于是议会再严厉地警告一番，然后释放了他们，因为找不出理由来处罚他们。群众都为所发生的事颂赞上帝。在这个神迹中被治好的那个人已经40多岁。彼得和约翰一被释放，立刻回到自己人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向大家报告。他们听见了，就同心高声祷告上帝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宰啊，你曾借着圣灵用你的仆人我们先祖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吼叫，万民为什么妄图虚幻的事，地上的君王都披挂上阵，统治者也都结集在一起，要攻击主和他的受膏者基督。果然这样，希律和庞修比拉多在本城跟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勾结，要攻击你神圣的仆人耶稣，就是你所选立的基督。他们勾结起来，要做你的权利和旨意早就预定要实现的一切事。主啊，他们的恐吓现在求你鉴察，并且使我们，就是你的仆人，能够勇敢地传讲你的信息。求你伸手医治疾病，又使我们能借着你神圣的仆人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开始勇敢地传讲上帝的信息。好，谢谢敏哲长老。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1、2章，看到是圣灵，他的等候圣灵以及圣灵降临时的作为。那进入到3、4章，我们看到使徒们运用着圣灵的能力，还有借着耶稣的名行神迹和奇事，但也因着耶稣的名
受到了阻扰。那在今天的第4章，那继续昨天第3章，就是彼得、约翰还在对众人来传讲为什么神能够使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并且透过这样的神迹来使人明白神的名或是奉主的名在地上有赦罪、有医治、有行神迹的权柄。那但是呢，还在讲话的时候，祭司、圣殿的警卫官以及撒都该人就来了。那因为他们是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在他们的地盘当中，那也因为听到这2个使徒对人的教导，特别是有关复活的事情，那非常的恼怒，所以把他们拘捕，甚至拘捕到隔日。那因为天色已晚了，就是太阳下山但是听见这个信息的人有很多都信了，甚至还有一个数字光是男人的数目就将近5000。那彼得、约翰或是12使徒在第2章五旬节降临那一天就有3000的人受洗。那应该还有更多人，因为那一天也不一定全部人都受洗。但是呢，这时候呢，增加了5000，那感觉所罗门的廊下可以在那边5000个人讲道，还有这5000是怎么算出来的？所以是不是5000个人都听到了，然后都相信，还是更多的人？那有2种看法，一个认为这5000就是在所罗门廊下听彼得、约翰讲道的，有5000个男人。那再来第2个就是认为说这个5000呢是把前面第2章的41节的这个3000人呢也加进去，所以本来教会已经有3000人受洗，后来呢又因着彼得这样子说呢，又增加了2000人。那有大概这2种的看法。那撒都该人我们先看这个关于整个罗马帝国它的政治架构。那最高的是皇帝所以在圣经当中有提过凯撒亚古士都，就是奥古斯都或是凯撒提庇留那提过这些罗马皇帝的名字。那再来接着就是行省的领导，那这皇帝行省的领导还有省跟地区的领导都必须是罗马人，罗马公民。那在圣经也提过居里纽，他来治理叙利亚省。那再往下呢，是在省和地区的领导。那圣经有提过像西律安提帕做分封王，然后就是本丢比拉多来治理犹太。那安提帕是在加利利，还有西律菲利呢是在土利亚跟特拉可尼，还有吕萨涅呢是在亚比利尼。那这些都是分封王，那也必须是罗马人或是要入籍在罗马。那在下一层呢，就是在当地本土的领袖，不同的民族。所以像亚拿还有该亚法，那亚拿和该亚法，亚拿是在主后的6年到主后16年来担任犹太人的大祭司。那后来是被罗马人革职。那主后18年是由他的女婿，就是该亚法来继续担任大祭司那在4福音书当中也有提到，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就是在亚拿的院中大祭司的家中。那这等于是一个私讯是一个私自的审问那时候他们已经对耶稣恨到一个牙痒痒极端的地步。那再来就是本土的领袖，包括民族首领的班子，那就是犹太的公会或是犹太公议会。那在犹太的公议会呢，主要是在罗马政权下的犹太民族的本土领袖，在处理宗教的事务、审判的民事，还有部分的刑事的案件。但如果触及国家法律的诉讼，就交由省地区的罗马官，像比拉多或是希律来处理。那这个罗马犹太公会呢，在新约时代，犹太教的党派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瑟尼人跟奋锐党人那这个我们在圣经当中都有听过他们。那71个人公会呢，一就是那个大祭司，大祭司是从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的家族
3大家族来选出。那这家族之间呢，就是明争暗斗，主要用金钱或是来拥护罗马政权，然后来争取大祭司的职位。那接着呢，有24位是祭司长。那祭司长主要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这个字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正人君子，正正当当的人。那他们都是祭司，所以他们必须要按照祭司，是一个圣洁正正当当。那撒都该呢，主要都是贵族和特权，那人数比法利赛人少，只有接受摩西五经，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路加也把这个背景提出来，就是因为彼得、约翰教导证明死人复活的事情，撒都该人只有踩到撒都该人的线了，所以就把他们逮捕。那因为又在圣殿的范围，所罗门的廊下，所以他们就被带到公会拘留居审1个晚上。那他们跟罗马政权较亲，因为他们都在圣殿工作，他们也不用出去外面种田，不用出去外面耕种，不用出去外面放牧，他们就是在圣殿，然后把所有来圣殿奉献，然后就1/10就是给这些祭司。对不起，1/10是给所有的利未人和祭司。那在这100%呢，就是这一群的祭司。那他们因为跟政权合作，所以辖制人民，会站在政府那边，罗马政府那边，较不受犹太人的欢迎。另外还有文士22人，这文士主要都是法利赛人。那刚才提到法利赛人比撒都该人还多，约有6000。所以在所罗门廊下，那这么多的人。信的男人有5000了，那这5000呢，不论是5000或是扣掉3000之后的2000，里面很多都是文士包括也有撒都该人，或是祭司，那才会让这人数增加很多。在当时犹太教最大的党派是法利赛人，那他们严守犹太律法，还有613条的妥拉，那在宗教上也很有影响力。那他们就是按照圣经旧约圣经，比较没有按照这个完全只有摩西五经，因为从旧约圣经当中智慧书、历史书、先知书，他们可以看出上帝的作为。那他们也在政治影响力就较低，但较受犹太人的欢迎。那还有24位的长老，长老就是犹太人当中有权势的平民、贵胄或是富豪或是家族。好，那所以这是犹太公会来审问这个彼得和约翰，把他们拘留了1晚。到了第2天，第8节，前面提到说，他们在第2天的审问，然后问使徒们说：“你们靠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的公会呢，真的也问到了重点。就是这个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到底是哪里来的能力？那第2个就是到底是谁干的好事？是谁干的好事？所以他们要问，这是怎么发生的？彼得呢？这里第8节提到彼得被圣灵充满，那就奉劝说这些民间的官长和长老，那也就是指这些的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或是长老等等。我们今天被查问关于这跛脚人怎样被治好这件善事，但是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所以彼得呢，这时候他不是在回答，他也是在讲道，也是在做见证。所以第8节有提到说，彼得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所以他回答第1个就是这能力呢，是因着耶稣的名。好，那还有因着从耶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那所以这耶稣就是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神已经使他复活。好，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力呢是从神来的，就是从所有这些的长老啊、领袖啊、撒都该人啊、祭司长他们的上帝所来的。好，但这对他来讲是一个讽刺。他们在圣殿里面几乎是整个犹太教的信仰的最高殿堂。那他们又是这个最高殿堂里面的最高的决策，还有这个主要的领导者，但是他们连这个能力呢都看不出来，也不认识，好像他们根本是是一个外来的，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好，那11节彼得呢又引经据典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好，他很会引经据典，不是他很会，这就是耶稣的教导，还有圣灵的帮助。好，因为约翰福音14章，好，耶稣也有预告说，好，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来要带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过去他们所读的真理，所读的诗篇，所读的圣经，当圣灵来了，圣灵充满，他们就明白，就能够用来见证耶稣。所以诗篇的118篇好的第2节说，你们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拯救只从他而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彼得他完全在为耶稣做见证，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在教训这一群的公会的人士，但是呢，对很多的人来讲，就是会恼羞成怒，不愿意承认。但对很多人来讲，他们已经心里面有罪恶感，因为不久前2-3个月前，他们才自己这边大声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现在呢，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居然复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反驳耶稣复活的证明，还升天，然后还差遣圣灵，让圣灵来报告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们这一群人呢，就越听就越害怕。那现在呢，知道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而是奉这位被他们所杀害耶稣的名所以他们这也是彼得第3次来提到耶稣被杀害是因着这群人。那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呢，房角石cornerstone，就是通常是在房子的转角，是在属于地基的那一个转角的地方，但是有一个 keystone， 那就是在这个孔门上面，那这个孔门上面这个石头就是不规则的石头，那跟这个 cornerstone 有分成上面的跟下面的房角石，但 keystone 呢就是指这个关键重要的石头。那所以这个诗篇118篇呢，是指哪一种呢？因为他说匠人所丢弃的，就是一个匠人觉得这个派不上用场的，因为这个房角石都是要四四方方盖房子，四四方方的。唯有这个 keystone 呢 ，keystone 是不是方形的？可能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但是它却很重要，它要把这个拱门的最后那一块能够把它撑住。所以意思就是这一群的公会的人士，他们有眼不识泰山，他们居然把这最重要的 keystone 把他杀害，还把他丢弃。但是呢，使徒说我们就是奉他的名来行这一切的事情，而且呢，他的名使我们能够得救。又回到约珥书所说的，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议员们呢，看到彼得他们这样的回答，就很稀奇，那也很惊讶。那因为知道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然后又不能否认他们确实让这个瘸腿的行走，那这个是一个神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就彼此商议，我们该怎么样处置他们？因为现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了，而且呢，我们也不能否认，所以才过了1个晚上，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被放在美门圣殿的门口已经很多年，有多久呢？后面提到这个人呢，他已经有40几岁了，40几岁，所以他们呢想了半天，讨论半天，这个就是很像公会的这个过程和流程。最后他们的决议是什么呢？他们的决议说为了避免这事情越传越广，我们要警告他们，那和本翻译我们要威吓他们，就是要给他们下马威，叫他们不可以再借耶稣的名对任何人讲论什么。那有没有效呢？他们做这个决议之后，18节就把2人叫回来，警告他们，威吓他们，给他们下马威。可是呢，彼得、约翰怎么回答呢？说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是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所以彼得、约翰也没有说错，也没有去抵抗他们，就是说他们彼得、约翰所做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而他们所做的见证也见证这个事件是从神而来。但是现在公会居然决议要他们不能讲神要做的事情，那这显然是抵触圣经。当他们抵触圣经的时候，到底是要听公会的决议，
还是要听圣经的呢？你们自己判断吧。但是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不能不说出来，不能不说出来。所以公会也拿他们没办法，这也是圣灵所做的。圣灵因为在使徒行传的2章的32节、33节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就是把看见、听见的都说出来，为耶稣来做见证，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议会呢没有办法，就是只好在严厉的警告、威吓他们一番，也不能够用什么样的罪名把他们定，因为定他们的罪的话，就是在定上帝的罪。即便他们想要定耶稣的罪，这个耶稣已经死了，已经被他们杀过了，而且找不到这个耶稣，所以没有办法再给他们罪名。但是呢，众人因为神迹当中因为群众呢都为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归荣耀与神啊，那也不是归荣耀在彼得、约翰的身上。最后提到这个呢，被治好的这个人呢，已经40多岁哦。他说他是生来瘸腿，所以这个瘸腿的现象呢，已经有40多年了。那他40多岁，他可能已经当这个乞丐呢，是一个职业乞丐，在美门前面也可能有好几十年。那接下来彼得、约翰释放，就回去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和本写到会友那里，会友的意思就是自己的人。那把这些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被扣了一个晚上，那他们这些人，大家自己人听到了，应该就是马可了，因为他们能够在耶路撒冷地区一起生活、一起住的，或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彼此分享的地方，那他们就听到了之后呢，也不是紧张，也不是害怕，他们的反应呢，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荣耀神的事情，就同声祷告。那用诗篇的第2篇1到2节，外邦为什么劳动？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都站稳，臣宰也聚集一处，要对抗主，对抗主的受膏者。所以这是诗篇第2篇，是大卫的诗篇。好，那讲到上帝所拣选的君王，而这个君王呢，被上帝拣选，却是被世界所嘲笑。好，那诗篇第2篇呢，使徒行传也有引用13章。那13章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那所以诗篇第2篇大卫诗篇有很多的预言也在路加的引用，或是在使徒行传的引用当中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在提到说，上主自己所拣选的主，却在地上不受到欢迎。那这个也印证了，就是现在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所成就的事情。连地上的这些的统治者、犹太人的公会、祭司长也不欢迎他。那所以甚至还有希律，还有本丢比拉多，所以这个整个罗马的政治架构现在就是剩下这个凯撒皇帝凯撒皇帝还有这个省的这个省长，或是这个省的王那都在对抗上帝所差来的救主。那他们勾结起来，所以这是他们对神的祷告，就是使徒们回去之后和大家一起的祷告的内容，从24节一直到30节。所以他们最后祷告的结束呢，说主啊，29节，他们的恐吓现在求你鉴察。所以他们要求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求上帝来鉴察，并且第二个使我们就是你的仆人，能够勇敢的传讲你的信息。所以他们受到这件事情，回来跟神报告，接着祷告。而在祷告之后，他们的求2件事情，第一个就求神鉴察，他们到底有没有做错，有没有说错，让他们清楚明白这到底是出于神出于人。第二个就是呢，求神伸手做什么呢？让医治、神迹、奇事借着你的仆人耶稣的名能够行出来，就是让他们能够继续奉耶稣的名。所以3章4章都在讲到耶稣的名1章2章讲到圣灵。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那加上圣灵的运行和工作，那就可以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最后一节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那这个震动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祷告上帝有回应。那上帝的回应呢，不用火山爆发，也不用这个闪电雷轰，那但是上帝是用地方的震动，
那当这个震动呢，好像手机震动，或是你收到讯息了，天上收到了一样，上帝就回应他们。而他们被震动、被上帝所回应之后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就开始在里面又开始又有大风的响声，然后有火焰的舌头，然后讲各国的口才，而是指的是一种能力在他们身上。什么能力呢？开始勇敢传讲上帝的信息。因为从第3章是彼得、约翰开始，现在回来之后，所有的使徒或是所有的教会的人，那这教会的这时候人数呢，可以多到3000多人，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更多的人，但是更多的人，大家就勇敢的出去来宣讲上帝的作为。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来传扬耶稣，怎么样来证明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所以当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应该要思考，要明白，要了解，也要去宣扬耶稣上帝如何使他从死人中来复活。第二个，我们看到使徒凭着上帝使耶稣复活的能力，来奉耶稣的名行神迹。那圣灵的作为，包括从神而来的能力，包括我们能够奉主的名所以在我们祷告当中奉主的名，那也要知道这都是与圣灵一起来配搭来运行。第三个，使徒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不能不说，所以他们到处去传扬，到处去讲论，到处去教导所以我们所传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教导是我们所听见的，我们必须先明白才能够去传扬和教导。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明白，会很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这个亚波罗，或是甚至有这个假的使徒、假的先知，没有经历但是呢却在到处教导，变成瞎子领瞎子第四个就是使徒求神来伸手行神迹那这神迹呢，不是要来去修理公会，不是要去报复大祭司，不是要去惩罚这些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而是神迹呢，能够让他们继续的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当我们在跟神求神迹呢，一定要抓住重点，是为了能够来荣耀神的名，是能够来见证耶稣从死人复活，而不是要来彰显自己的名，凸显自己，或是让自己得好处。盼望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消化吸收、明白和了解。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名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的名来宣扬上帝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主。即便这位主在地上的君臣、地上的外邦都来对抗，甚至来杀害，但是上帝你要证明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上帝的独子，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的名来求告主，也让我们借着耶稣的名能够来放胆来传讲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并借着神你的神迹大能还有各样的能力，让我们所传讲的都能够看见上帝你与所传讲的人同在主你也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让我们都奉主的名来宣扬，也奉主的名来求告，也奉主的名来得救，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来见证你的作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拜拜。早安，拜拜。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哈利路亚，主啊，谢谢。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